现在的乌克兰是每一天在不同的城市，大部分都会有1次以上的空袭警报，打3年都还在打，代表他们撑得住，而且他们找到一种方式撑住了，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他们要么还在做自己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会去看什么歌剧表演，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保持着生活。你不可能24小时保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。我有访一个夜店，因为现在有宵禁嘛，所以他们白天就会开始喝，然后努力的跳舞。那边的舞池里面是没有人在浪费时间的，每个人都蛮有意识的，就是我现在此刻选择继续留在乌克兰，我就是在找到我的位置，继续抵抗外来的这个侵略。战争打这么久是因为侵略者一直在侵略，发动侵略的人是决定战争有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人。我问他们一题是，战争结束之后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已经剪掉了，但大部分人会停顿，他那个眼球会浮出一层水光，就他光想到不会再有飞弹来了吗？那个反应会立刻出现。